啦，咁嚟到2026年，今日幾多號啊？今日2月3號啦嘅晏晝啦，咁想講啲關於香港樂壇嘅嘢啦。原本就諗住講賀歲杯嘅，但係即係真心支持香港代表隊咧，可能真係咧會飛翻香港咧睇賀歲杯嘅嚇，咁但係應該唔多嚇，或者有啲人真係諗住咧買香港隊嗰件波衫嘅嚇，因為澳洲有冇買，但係應該都唔會太多人嚇。anyway 啦，講翻樂壇啦嚇，咁最新嘅你知啦，啱做完全民造星6噶嘛嚇，咁就咁其中有7位參賽者被揀選出嚟咧做新嘅男團啦，叫做 Sport，EZPOT Sport 嚇，咁咧就好似上個月尾咧出道嘅嚇，咁就仲出咗一首新歌咧叫做 Spotlight，第一首排台歌咁樣嚇。咁已經開始傳緊一樣嘢就係咧，ViuTV 嗰邊咧將資源咧俾晒 Sport 呢隊新嘅男團喎，連 MIRROR 姜濤嗰啲嘅資源啦，都俾咗呢隊新嘅後生啲嘅男團。咁係咪代表咧呢個香港樂壇咧又再改朝換代咧嚇？咁你知 MIRROR 都紅咗成6-7年啦，係咪咧又要交棒咧俾新嘅一代嘅年輕人咧咁樣啊？好啦，我哋咧就即管放長雙眼睇啦。